我今個月要慳錢，每日食飯唔超過50蚊，淨係食麵包唔食晚餐。係咪啊？你試下咯，試下咯。你今日我先見到你啊，乜嘢都冇帶，雪櫃乜都冇啊，淨係得啲罐頭啊。你話帶飯唔食午餐？今次真係認真㗎，我列咗啲慳錢列表，早餐食麵包，午餐食雞蛋，夜晚食粥。可以，但你屋企冇米喎，點整個粥？我等陣落樓買咯，買多啲擺翻喺雪櫃裏面，之後夜晚整咯。哇！但係你識唔識煮㗎？你成日都煮埋一劈嘢咁樣你。我今次仲要戒咗下午茶。哇！戒下午茶，我見到你琴日先食 tiramisu 喎，同班同事。嗰次同事請我㗎，我今次淨係買啲梳打餅，肚餓食蘇打餅。哇！梳打餅你全部係進口嘢。仲有，我要留翻啲錢去旅行。哇！你上個月爭我啲錢都未還，你銀行卡數都未找，你要去旅行？我有件買咗慳錢嘅衫，聽日就到啦。哇！你成日都係咁嘅，慳錢咧又買平啲，點知又買多啲？係揀價㗎。唉，得，唔好講咁多，我哋而家嗌個雞煲食。今晚食好啲，聽日先有。聽下先，係。聽日先可以慳錢。好。Promotion Easy 係專業活動策劃公司，曾經舉辦多個國際論壇、會展展覽場地設置同埋微電影首映活動。Promotion Easy 擁有一支經驗豐富嘅專業團隊，致力於提供滿足客戶獨特需求同要求嘅優質服務。詳情請發到 www.promotioneasy.com 查詢。邀請大家訂閱 D4 Culture 頻道，我哋除咗 AI 動畫笑話，仲有綜藝、短劇。另外多謝以下贊助商，下次再見。